由民間組織全民發聲提供嘅片段睇到，七一遊行集會當晚，警方喺政府總部清場嗰陣，有示威者瞓咗喺地，似乎冇咗知覺。大會其中一名嘅義工醫生，即係戴住紅色帽嘅歐陽英傑，想行前幫手急救，但係就俾一名攬住工作證嘅白衫人推開咗。全民發聲話，呢一名白衫人其實係便衣警員，質疑警方阻礙醫生搶救昏迷嘅示威者係唔人道。59歲嘅麥女士就係當時瞓咗喺地嘅示威者，佢批評警方當日嘅做法係草菅人命。強調霸道嗰啲行為出嚟㗎，當你示威者唔係一條人命嚟㗎。喺當晚黑能夠見到有醫生在場，如果唔係，我已經唔喺呢個人間。全民發聲話，有事發當日嘅片段為證，唔排除會進一步追究。警方就回應話，當日執行清場行動嗰陣，已經盡量保持克制，期間有警員受傷，亦都有示威者報稱唔舒服，已經即時召喚救傷車將佢哋送院。重申並冇阻止或者係延遲傷者接受治療。對於一啲無理嘅指控，深感遺憾。